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浩明阿明哥，欢迎收看《福起来》。台湾灯会已经行业第30周年了，今年在南台湾的屏东生态举办，也嘛喺第一摆把灯器晒得睇海洋文物。我哋今日個歡喜有請到嘅係我哋嘅資深嘅燈藝大師黃文峰先生來到我哋嘅現場，我哋馬上來歡迎我哋嘅黃先生來到我哋現場。主持人，還有我哋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黃文峰。係我做天人，我街面咯，從事一位華燈嘅創作嚇，有20年咧，嚇該歡喜我參加一位節目哦。先生，你對面做天街面咯，兩個都客家種咧嗬？係啊，嗰種有客家，還是講啱嗬？係。你頭先有講，你這個本身做華燈做20年，其實我哋想想我哋20年以前咧有安尼華燈咯，以前我哋咧。華燈其實嗰種唔係你顯嘅嗬。佢做以前哦，我哋呢嘅華燈攏家家用竹嘅，嗰度有疊嘅紙，好，嗰時候加近間我哋呢按多年20年，好，我哋都從入邊竹嘅紙，好演變到近間我哋呢所有嘅創作都用鐵嘅個布嘅來表現，好，嗰時候呢我哋揾到創意華燈嘅，好，嗰時候從以前呢我哋講嘅。嗰度傳統嘅，好冇嘛相同嘅，好加入嘅過程咯，都藝人20年咯，都對入個有興趣嘛，好都研究做，係。嗰個其實20年其實都等於講我哋台灣華燈嘅一個用個進步史，嚇，因為其實我哋萬世紀嘅最完世嘅時候，我攞我哋那個用電筒啦，去地大啲扛啦，地邊都不用蠟燭。我哋平常可能生意都按你裝出去，但是有時候你話用我哋咧頭當時人講嘅竹片，好做咩咧？去啲拆佢哋外面嘅線咧，最常看到用我哋嘅我哋，譬如說土家啦、洋燈啦嗰度嗬，可能都係種竹嘅線，但是外面係盲布嘅，好寫上一啲乜嘅即個相思啦，後來都開始我哋講，開始有乜嘅華燈呢樣嘅，但是其實華燈都。我講還是用果子嘅，做個地方果子嘅。後來唔同佢講，更加係用乜嘢？用鐵絲嘅，係，然後外面發布嘅。看，像我哋鐵絲嘅發布嘅話，唔同有講到也係創意華燈。也意思就講，也變成個多年嘅意思係咪？係，我哋81年嘅時間，我都去參加啲嚇做嘅華燈，都從佢開始，我都對感覺對廿嘅華燈，我都覺有興趣。嗰陣我感覺用安尼做嘅吼，用安尼蠟燭嘛，燒安去熬咩？我有時都會團起，我有興趣有搞生意咧，都在熬嘅當中咯，有時都會做一班嘅都會團起，都見面我講家樣嘅，那唔會學同樣嘅作品做一班嘅，有實拍嘅，嗰時候我有經常用鐵嘅鐵絲。又用乜嘅咯？鐵的又再用個我哋疊嘅傷口嘅 OK 棒嘅嗰種啊，去纏個鐵的，比較安尼摩擦力夠強，又再有研發安尼東西，本身嘅創作哦，都給揾到國家部分嚇，都更加都用入嘅鐵的顏色。咁而家鐵絲嘅，譬如講唔同得講佢做嘅部分係一開始啊，係用把燒熱嘛，佢燒溫嘢，然後可以熬嘛。但是後來你就想講用熬的啲東西嘅方法，你後面用鐵絲嘅來做，其實第一方面亦好熬。但是鐵絲要用塌，嗰種可以講用 OK 棒，好來提鹽放來。咁更加咯，我哋更加係除咗用 OK 棒，應該係鹽餡吧？好，人講有啲部分嚇。都在安尼做嘅部分，我哋嘅時節，迄種做嘅同做嘅樣，我哋係用一種叫做甜板子哦。這種甜板子去做以後嘅連接處。好，任嘅地方都用好這種甜板子去釀。係，嗰呢都係我哋88年嘅時節有啲包子鐵絲，好出來嘅時節，好我哋都用嘅
染的地方啊，人都用完到塑线带的，人家嘅五金行，吼，可以绑嘅塑胶嘛嘅，叫做塑线带。啊，到我哋好多嘅部分，我哋建筑建道建到创意嘅嘛吼，有到我嘅個老古嘅，我哋用鐵嘅上，我哋用焊接機，焊接機嘛都用嘅熱土體，安尼熔鐵吼，鐵燒下去，啊個鐵嘅同鐵嘅都染碰下嘅，用起嚟，好安尼嘅話，我哋都工硬廠，啊也要國家工硬廠，儲算嘅儲比樣機。另外嘅站當攏唔拋嘅，好也都一啲高層啦，好我自家嘛研究也部分我自家嘛有寫一啲論文，好啊仲有興趣嘅話，各位觀眾朋友嘛可以看一下我嘅黃文芳嘅論文，有寫一啲揾到，好台灣現代花燈研究，好嘛寫嗰度也有部分嘅研究。嗰時像我哋國家吼，越來越硬長以後，其實伊也要作品可能越來越做大。好多像頭都前人講嘅創意花燈，伊都可以變本國度有嗰度嘅形貌，哦嗰度冇像我樣嘅本意變化，因為而家國家已經唔單止係做嘅嘢，好因為做嘅其實做嘅本身也要構圖啊，也要嗰種沉重嘅嗰種東西，還是有一點含糊，但是我哋用鐵嘅話，哦其實伊都真係冇像樣嘅咧。咁像現場都見到話，還是要問一下講，唔當初我想要做電農，現場本地嘅工作係乜嘢？哦，我本來工作我係國小先生，好啊，嗰時候我去學校，我就係教細人咧，就國語書方以外，我係教一陣跳舞，客家養戲嘅，客家戲曲，還有花燈。可是像按道嘅，我哋講新奇以外，我做乜唔會特別愛上做安尼花燈咯，而且就做18年研究呢。哦，我本身我自家就係畫圖嚇，從細都學畫圖。啊，個我嘛去高雄演嘅時候嘛，喺佢嗰度發展，好佢畫安尼水墨畫啦，嚇水彩啊度，好我就對也個有興趣。啊，也發展都係接觸到，都對也藝術有關係咩？啊，都感覺伊個神奇，都因為伊適合嘅嗰度種嘅一啲技能嚇，好有從國家啦，好構圖都畫圖嘅咩？好有國家嘅都啲立體嘅。好有安尼電嘅部分，好有佢接聽有喺國小來講嘅，即實驗課部分，好都唔是用教得嚟啊，紙方教，都直接教一定用嘅接電咧，好啊有有愛做也要裝飾啊，啊同也要同佈置啊嗰咩，有同我哋藝術都好相同嘅咩，嗰時我對也個有興趣都係咧，嗰時一下我接觸到嘅都更加到20人嘅。嗰時因為本身都對藝術一種東西都過有興趣啦，個聽你講人工作，因為工作因為愛教育，好，嗰時等於講也要發展把所有教育嘅東西全部合併下來，有去藝術，好，伊嘛啲愛慢慢立體嘅觀念，好，因為一種東西唔用畫得嚟，因為畫得紙行嘅，伊啲要做出嚟先，好，因為批色，好，做出來樣嘅東西，樣嘅疊色其實係最重要嘅東西，最重要係講生意呢，愛設計去做伊。唔免用講的咧，用畫的咧，你把伊做出來。伊也真是做出來，好，甲你必定你學到深度，而且個可以帶到，伊都帶着走嘅能力，我都希望伊定都係安尼。因為我安尼，我都發現個奇怪，唔知個有嗰種拍啲嗰種藝術，講人講藝術太實地步，無一啲特色都講，唔會想盡辦法去改良。一種改良唔係味道唔就知㗎，可能係味道個因為搞生意嚟，個方便，好冇如果愛做搞生意做啲個前進個太新嘅東西嘅時節，一定因為可以個接嘅速度，嗰時呢佢開始可以把國家啦，好冇做冇強嘅改良，真係冇簡單咧。其實我講，因為生意咧嚇，中間咧喺搞伊嘅時節，伊係有遇到乜嘅困難，伊有時個家都冇興趣嘅。好，嗰時候佢之前係搞伊做嘅時節。小小啊，做啊，差唔多一大半咧。又因為受到無好嘅都斷起嚟，斷起嚟又要從頭做。啊，做到一半又再斷起嚟，又要從頭做。安尼，啥後來都冇興趣嘅。啊，我都會問到講，我都用做嘅，講鐵的講唔會安尼斷起咩？我都做嘅安尼吼，啥安尼放下去時，我都旁邊都提放嘅呢。鐵的，安尼話
做个迄团黑，啊，个贴的嘛还有你。反正至少话你强啊嘛，你个。系个强啊，都唔会讲啊，伊都唔会感觉讲係無謙虛嘅。嗰陣有位研究都講，係從做嘅，嗰度做嘅同貼嘅，嚇，嗰度做誒呢紙保質嘅貼紙都有位全部貼嘅嚟講，每一代有位研究，如20-30年嚇，好，如真實的一鋪腳，一鋪腳，係，錯。係呢，跟你去一來喲。咁邱先生，這個按照新人做按照作品，無論嘛搞按照學生，你要去參加嘅展覽冇？無論去參加嘅比賽咯，無論問你乜嘢你有啲發通冇？啊有哦，我帶新人嘅時間吼，我都接觸到也會發展嘅時間，好聽人我都感覺也可以本新人嚟學習，我都指導一點。啊，也會指導咯，我都看高雄也有比賽。嗰個嘅高雄市有愛河嘅項有比賽，係都帶一定也就做出來咩？仲都唔係講一天得到一天名一樣嘅啦，仲講一定嘅東西可以拿出去本人欣賞，有人去鼓勵，安尼都達到我嘅目的嘅。咁嗰一定安尼時節有自信，表示講藝術冇一定讀啊，一定天名冇都考100多分。唔過，我可以對也位伊自家有興趣嘅地方，也做發展，也做出伊自家嘅一個自信，也如我最重要嘅一個安尼初衷啊。伊啲每個的聲音都適合去讀書啦，有時讀書伊的天分，但是有的聲音你書如果厲害，你可能唔會讀書，但是伊都真係會做東西啊。嗰種等於講也發展比伊啲可以發展也位能力嘅地方。像有時伊個等嘅地步有冇？16個160幀的設定呢，伊可以接一堆天線出來，也有啲人嘛冇一天做得來，伊可以做得到，你看到個電呢插把有嘛，安尼會錯嘅時節，有個跳嘅時節，超成就感，嗰沒有，都從來都冇安尼，安尼經驗高呢，連太人都不見得做出來呢。係哦，嗰也有耐心，像講也要每一步一樣批。好搞一點的時間有嘛，都必定嘛訓練耐心。嗰天呢，可能也會作品個太實在嘅，好像嗰做就有做個龍哦，做個安尼風龍風，個有安尼孔雀啦一道，嗰道東西幾複雜呢？伊要同拍啲學生嘅唔係去傾下安尼做有嘛？兩啥都從無按好嘅感情做到感情從。安尼念共下嘅，點樣樣嘅？合作，共下安尼做，都一定兩啥同樣作品做出來時，咩兩啥都真是，比以前嘅感情要更好嘅，合作學習，也都合作學習合作，我能夠學習係最重要嘅。錯，係。嗰時伊啲發展後輩，為嗰度努力同合作哦。休息一下，第一下我哋埋嗰度，嗰精彩故事哦。歡迎過來，福起來。上台節目我哋黃先生同人講，其實要做一啲發展，嗰度嘅合作。咁我想問一下黃先生，我想問一個問題講，從你輕樣嘅開始接觸到我哋嘅台灣電飛嘅呀？安尼開始做時都佢我哋指導學生嘅都佢也會演示嘛比賽，有啲記譬如講2000年嘅時都好我哋嘅電飛。之前我哋1992年嘅時間，人哋電飛都去台北，能看得到有啲電飛以前運到台灣電飛運到台北電飛，嗰個都2000年嘅時間開始都講講去我哋可以去拍啲演示嚟扮演電飛，那都同前面我哋台北電飛，都改過台北電節。我哋都開始佢有國演師都來輪流來拍下電飛嘅咩？那最早都佢2001年都佢喺高雄拍，都也按呢機會我哋要到高雄人，都佢也開始接觸到台灣電飛嘅電呢，也問都同今年嘅開始都更加，
安尼如台明年的湾等台湾的哎你如果参30年，加，嘿，安尼30年，哎，明白我上到主题都讲，望个本人佢通乐，哈，佢幸福，还有主题去想安尼，哈。因为像头头那你讲嘅时候，真係都想到以前我哋咧台北電視後都開始聽我哋總政醫院同副區嘛，吼，其實都開放大家願意看。後來都2000年以後，我哋政府認為講，其實按好嘅東西，其實元宵節全國都睇慶祝元宵節啦，係咪其他地方嘛可以有安尼嘅電視，然後係輪流去拍，因為輪流去拍嘅時候都變成。我哋睇緊人會去嘅人士去觀光啊，可以 selfie 啊，嗰時跟人講，佢哋高雄其實我要記得。嗰種現實安尼作品，嗰種外國人哦，外國人係咪有會對我哋呢安尼發展有興趣啊？吼，因為外國人嘅部分吼，我都企喺外國，我都講到教學嚟講啦，吼，也教學嚟除了學生嘅以外，我都有去到日本教學。馬來西亞教學，吼，因為也為都部分都講，我建議就對我哋也發展，吼，我哋都等於講做啲交流，吼，啊，我哋去到日本嘅部分咯，都因為伊哋米農有啲，吼，岐阜縣米農都對我哋孔明嘅，啊都結合我哋姐妹市一樣，啊，我都去交流，伊哋每年有啲講核子燈節，核子燈伊哋用紙。好，啊個都安尼機會，我都邀請我去，吼展覽。啊我帶迄作品吼，都也種布的哦，貼的嘅，吼啊我嘛有設計講，啊伊等於迄紙的咩吼，我嘛有設計，我等像米農，還有紙紮嘅，啊我都同我都設計的問到，和那個平安富貴的也等的，啊都同個紙紮細細。好，啊有個本人唱嗰個風些，都做一啲呢平安富貴，都等於講突破一點呢，讓一點呢字拍嘅呢拍一點，個攏拍過個字，去做一點呢，啊我都有色彩。好，啊我有帶一些也俾我哋呢台灣創意嘅也部分，等呢是人共下交流。好，啊我都寫書嘅咯，我有去教一點做我哋客家嘅一啲係等呢，好客家等呢都像我哋有對客家部嘅啦。好，個都用紙啊，都去做一啲好結合啦，伊哋呢好核子燈節有安尼個客家嘅元素嘅，好又也教學，啊又到馬來西亞，嘛係又同我哋呢好客家嘅呢好等呢，嘛去搞一點，啊又再搞一點也創意活動，嗰所以我嘅嘅部分都有按到嘅經驗，好按教學來講，有還有我出嘅。反正每年去那有等費，我都會去那暑假時我都會去那搞一度，好各種各少喺度欣賞，好來做下發展。啊，做乜嘅呢？因為可能今年呢，前幾年我哋都會有呢等費嘅嘛，一定都會學嘅以後教俾小朋友又在做嘅呢都去比賽，安尼比也要等費地方都幾多等嘅嘢，啊，因為今年。啊，你攀哈都也等費，啊，嗰時我去年的呢，我暑假，啊都去中考國小，啊都去教一度線上，啊人總共報名有86組，啊有300人嘅人來學也發展，啊學校呢7年咯，都做出也要一啲作品，好，嗰時呢也要等費哈，你都可看到一啲呢，好每啲線上各一啲搞出。佢有新人嘅作品，嚇，啊，一定自家創作都可以去嘅，你可以欣賞到哦。有部分我哋真係都有印象，因為我哋附近都有啲女僕嘅時候，我哋喺去年嘅暑假都看到哦，幾多先生都開始係學做發電啊，因為我哋今日喺屏東攀屏東電視嘛，所以你都開始個努力，開始在做太發電啊、細發電啊，然後買白工嘅啦，然後買個元寶啊，全部睇嘅。我認到如果因為按呢幾年，然後先生都開始。把也俾我哋啲發展推廣出去。其實我真係記得講，我記得我講先生嗰種有教過一個特殊嘅學生嘅。係哦，係除咗也沙期嘅，無論也要吼，係先生以外，還有去也要因為福岡山嘅關係，啊，我就去啊屏東嘅監獄嗰個高雄嘅監獄，啊就教也要吼蘇行業，來做發展。啊搞一定做一定設計嘛，又去比賽。因為一定嘅比賽一定可以加分，又可以減險嘅嚇。啊，嗰時我嘛個親愛的力量，
嗰呢佛光山有嗰道燈咧，一定都嗰環保嘅嚇，有嗰叫一燈咧，有一燈咧，溫布嘅，嘛會送入來，有搞定，係蓮花啊、荷花啦，嚇買個燈咧，都搞定個安樣嘅標布，一定嘛好些的一定再做一定咧作品比賽，嚇有嗰好技術嘅，嚇也都買係啲佢難忘嘅經驗啦。咁從也就蘇姓人嚟講嘅話。其實你即個咁好多講，啲做乜蘇姓人愛學人哋嘅東西咯，亦都必定有乜個影響，無論亦都蘇姓人裡邊有感覺到影響佢沉嘅冇？有哦。其實我感覺到我像有一啲嚇，我教伊做咩嚇，也伊都同我講啊，先生，我再過一年我就可以出來，係哦，我講而家幾多年啦？而家23年呢。哎呦，我聽到啊，哎呦，係哦，剛23年，剛才叫我講最好嘅時節都係咁樣講，剛恭喜5年嗬，剛才希望我同也發展好好嘅，講又得到個好成績，又可以再來加分，嗬，剛才希望出來後，我有好多嘛個數年，唔怕嘅，我都講嘛分享，自家係有興趣法，嘛可來簽我，嗬，唔怕嘅，我都安尼哦，有安逸哦，我講好好啊，同自家人生即發揮啊！安尼，係嘛？個人得。嗰就等於發展，嗰時嚟睇安尼地方，唔單止係一啲可能講修身養性嘅東西嘅，嚇，亦可能唔係講係一啲把發展自家能力嘅地方。其實對一啲人嚟講，可能係咪可能會可以做發展，都沒有寫。哦，冇得講，以前嘅強發展，冇得講，這把它當作一啲佢正當嘅興趣。好，做事做喺度，我話有啲興趣，像先生以前講嘅，上班喺度向有啲興趣做發展。其他發展其實你看明年嘅台灣，那就係辦一年一啲演示，辦一啲台灣嘅電視，係冇？甚至你去比賽，好，你去參加，其實買一啲佢睇成就感。像更加佢有成就嘅，有嘅嚇，等於是。嘛係都係安尼出身的呀，係啊，嗰時一定真是都行出一定自家嘅，係我嘛希望，嗬，一定都從此以後都以擁有嘅部分來嗬，贏得自家嘅人生，係。真係先生講冇錯，都贏得自家嘅人生，都有啲興趣以後都專心去做，係，安尼都冇俾你上。也嘛係我太安慰哦。就是應該講，嘛係當初學發展時，冇想到會有安尼結果。學生咧，我安尼教嘅時節，必定痴心，有安尼初衷嘛。好，佢要教到先生嘅時候，必定要可以歸教學生嘛，係我嘅初衷。好，我都要教到有嘅嗬，蘇行人嘅部分嘛，係我嘅，我都希望嗬，你一定人因為接觸有嘅藝術，接觸有發展以後，可以自家人生發光，嗬，發亮安尼。但是有一部分我都唔可以記唔到講，當初佛光山係介紹人去陪喺度蘇姓人咪得來做發展。當初呢，我同佛光山有接觸咯。2004年時，都有啲都有機會嚇，接觸嘅以後，嚇，都其實講出來啦，我係34年咧，嘛係嘅佛光山讀書讀，後面都有讀6年，嚇嘛啲緣分啦。嗰時候就拜託我嘅時間，我都講好啊，2年嘅時間。嚇，我都做誒，幾時做誒？你是一隻兔嘅呢？幾時有啲作品運到星雲大師有講到，嚇提筆運到巧智慧心嘛。幾時都有一機會，嚇，都講做入嘅兩個爸爸媽媽兔嘅44年咧，嚇，一啲你正向嘅兔嘅，我都去做到馬來西亞，又做到新加坡。好，嗰度也為佛光山本山地位，嗰也都大致有人，總共做4組也等咧。對，嗰度也時間安尼都結緣都更加，係，都今年明1年咯，好今年又有哦，名聲天小哦，嗰也去年咧有9000報喜哦，好都今年咯，佢也為佛光大道入去。馬上可以都去欣賞哦。因為其實明年佛光山嗰個燈會，甚至係個我講啊，係啲佢特別嘅燈會，因為有即個係佢莊嚴嘅主題，然後而嘛唔係講像平常安尼嗰度人啊，然後嗰度嗰種攤販啦，有啲喺佛光太多地方，我哋看到無見我燈咧喺嗰邊行，而且啱唔啱時節，我嘅氣氛幾好。伊個也是主題啊，如講人和家慶，諸事如意，好人和家慶。
好，啊，如种猪如吼，如推啊猪年，啊，如表示讲猪如讲每一件事情，好，如果顺利的意思，嘿，嗰所呀主题如挨安尼设计，也咧设计吼嘛，去年咧都做到紧哦，啊，近间人都可以看的哦。係啊，可是伊啲好嘅作品其實會強察到無窮嘅人生同無窮嘅故事。休息一下哦，等下我哋咪嗰度個精彩故事哦。翻過來復起來，上個節目我哋先生同人講，伊啲作品可以看出無窮嘅人生。其實黃先生，我想問講，創作按到作品裏邊，有本人嘅歸表唔係的嘛？其實每一個作品來講如像公司一樣嘅，從一條沿線，啊都做到國家啦，一天做出一條國家都神明嘛，啊有看天，啊有也要碟布誒，啊有裝飾伊，啊嗰種每一個講出來都無同樣啊嗰種每一個都難忘。好，嗰所以唔講唔乃個填表係，每一個其實個填表係嗰所有嘅經驗都講，有唔係做乜嘢講，乃作品最滿意，其實還有最滿意嘅係佢後半面，辦法見創作。其實都相同到時陣人講，其實啲作品可能伊對人嘅開始嚟想做乜嘅樣嘅嚇，然後把嗰啲圖像用喺可能呈現用嘅情形，用嘅搭配，然後最尾開始以通俗去做，去做國家，去碟子，去念定咧，最尾衝上天嘅時間，你等於俾伊啲生命嘅，你等於講對人來講，其實你等於講唔把人嘅想法變成一啲實際嘅東西。像人也拜我哋講我哋台灣電影一拜睇屏東睇拍嘛嗬，而家一拜台灣電影，唔知個負責嘅作品係乜嘅呀？也今日係負責都啲牡丹香嘅作品，沒有dan香，沒有dan香是我哋啲原住民嘅部分咧。係啊，你有話有客人哋。其實人講，不講馬個做落窮樣，嚇，我每啲做嘅事嘅想法都講。中間也等呢，可以伴他家人有歡樂嘅，歡喜嘅，幸福嘅感覺咧。不管哪做，都可以做，可以客家傳承咧，嘛可以做，嗰時根本嘢沒有單向我也表現也主題，都去想一定地位，有乜嘅咯？台灣族一定咧嘛公仔有嘛，都做出嚟嘅，一定咧，衫褲有嘛，佢有 T 恤咩都想講，都同佢哋做出來咩，唔看到也嘅沒有但用嘅嘅等嘅時候都講，看到一定一樣嘅公仔，都感覺都看到一定 T 恤，係咯，一定又有藍雀一定咧環境地位，又有安尼藍雀或者係藍雀。你有咩色？我都想，咪呀嘛喺伊哋咧T 恤咩？嗰一陣咧有啲古戰場嘅地方，有啲咧甕有嘛，有啲咧原住民嘛有嗰種嘅甕嘛係都想一條，嗰個野牡丹，一條花，嗰個有啲去神後，有乜嘅樹海乜嘅溫泉咩還有做溫泉，嗰個想都按到東西嘅。都安尼做出來，嗰時其實客人嘛可以表現原住民咧，也要特色嘅創作啊。你去年咧差唔多花幾多時間嚟做下東西？去年咧差唔多都去年生日都開始設計嘅圖我先有設計圖，見嘛都冇咩都改都做，都做為咗按到執嘢啦，嘛要發嗰度精神咯。每啲時節都也要後輩，每個後輩人都開始要做嘅，像也要做嘢部分以外，還有福岡山。我頭都上我記得唔錯啊！唔知講講福岡山竟然因為主人嘅三個作品，有啲沒有單向嘅，跟第二路兩個東西向我做啊。係啊，跟唔多時間按樣去調配咯。從按多年來20年來，每年有冇同樣嘅地方來邀請嘅，你看有去外國來講，你看前年咧有去福岡山嘅西來寺美國。
其實佢做要出去哦，啊本身要油，啊愛好油做，好嘅叫人嘅呀，好十全十美要愛做嘅，好嘅愛好嘅呀，好我幾時有同事嚟做嘛，好啊有台灣單位嘅天地教有委託我嘅，好天地教熊仔要做嘅熊啊，你是啷咋？我都同事哦，唔怕都話中人講嘅。每一代都搶起家生意樣啊，講出來啊！我做嘢時我都專心，好我針對嘢作品，還有我自家專業咩？好，嗰時呢，從嘢嘅福岡山，從今年咧來講，三面互動來講咪哈，我哋做到任何家庭嘅所有嘅主題，也所有嘅主題我哋都從國家，好，然後構圖都發示本來啦，好國家都提倡兩國家，讓我哋而且我要獻充一點哦。啊！你呢非常下是要出來哦，我去量嘅時候要貼得出來讓隻眼哦，嚇量你做一睇，啊規氣都從一條線線，嚇安尼做都安尼，好加福岡山嘅電費啊，嚇嘛都今年嘛反映大概我哋去欣賞哦，因為我做研究啊，去年做到幾3.8按個呢。3.8米呢，8公尺按個哦，哈，啊米的加落，好，那去安尼火光大道入去，從那邊2月 Q 我哋呢新曆啦哈，都從 Q 曆年開始，新曆嘅都2月5號，好，都要3月6號，好也期間。2月5號到3月6號，係，都有福岡山嘅電費，係，我係地杯又係有啲間諜情深，又嘛有去地杯，好，都入去嘅時候也從我哋呀看到呀住喺度去，好，那個我哋福岡山裡面竹馬園裡面有地杯，都有看，入去嘅地杯有看到。入去嘅都提起上誒，嚇，他講都主人嚇，發睇，有個人有哪一樣，入邊嚇元寶啊，嚇發做他講都發睇財哦。嗰度，他講其實今年除了我哋咧福岡山，因為我哋睇屏東也嘛有一啲台灣電費，今年睇屏東啊，一般屏東也主辦台灣電費嘅時節，以外我哋有相當我哋咧最有名嘅設計師啊，方旭中，伊就為到一擺嘅台灣電費喺屏東。設計嘅一內列的一個視覺系統，伊哋幫我哋屏東嘅土地啦、海洋啦、人啦，有無同樣嘅色，譬如講藍色啦、綠色啦、紅色啦，好設計伊啲莫比烏斯環，伊啲生生不息嘅伊啲象徵啦，吼。嗰種像先生，一般台灣電費喺屏東嘅話，一時間係點樣叫啊？我哋嚇都從入邊新曆啊2月19到3月3號。2月19到3月3號，嗰時其實我哋咧福岡山嘅線2月5號，嗰時係咯，馬上。過年嘅時間都開始誒。但係嗰興日都馬上我哋咧台灣電費喺屏東嘅，係龍年小姐咧，係。啊，也次個特殊哦，我哋也次誒電費去屏東嚇，屏東人整起嘅嗰多年咧，30周年都到去啊屏東。好，嗰時也希望屏東嘅朋友係嘛屏東人，嚇，啊都希望他今日過去看啊，我哋因為電費嚇，按多年咧，去嘅宜蘭嘅時節，嚇2007年嘅時節，我哋呢因為電費嚇，本因我記得揾到 Discovery 嘅，嚇國際嘅呢嚇雜誌啊，人都同我哋一台灣電費嚇，認定講嚇世界的10大節慶之一。嗰時也位名稱吼，好唔免人也位名稱嘅哦，係過特殊嘅一啲榮譽嘅哦。嗰時今年喺度也屏東人來看，如係全世界認同嘅一啲地方。一啲國際嘅地方。係啊，嗰個咯，後來都有人沒有講嘅，好，我記有迪士尼係咪？啊，我哋台灣，如果每一次嘅電費都像迪士尼一樣嘅，好，那當然咯，希望他今年未來也會。好，台灣電費啊，屏東人，好也要大鵬灣，好來欣賞呀今年嘅發展咯。因為一般我哋話講，我哋咧台灣電費喺屏東有一啲佢特別嘅地方，個第一把電器使咧睇海洋文物地方去。像一般我哋咧台灣電器喺屏東嘅話，以前那片地方除咗頭講太平洋以外，係有地方用我哋台灣電器啊？今年咧屏東電費嚇，除咗太平洋以外呢？係嘅，屏東市地位嘛有電費哦，好，咁嘛安尼東港嘅嘛有，嗰時呢歡迎我哋所有嘅呢觀眾朋友嚇，都來入嚟參觀入嚟嚇，2019嘅嚇台灣燈會嚇，在屏東嚇，入嚟一啲個生態活動，
系真是也喺冇嘅話，在唔知1多年係喎，因為在輪到屏東，我說一定要把握啦，一定要把握。因為其實除了電器，睇下三個地方以後，有三個地方其實都係我哋屏東最當然嘅地方。咁等於講，來一班來參加我哋咧台灣電飛喺屏東，唔係可以順便嚟留留啊，有屏東市啦、東港啦、太平灣啦，哦，一都我哋。我講，我哋最鬧眼嘅地方，屏東市我哋記得我哋喺睇我哋咧勝利新村地方，我哋會有啲電器，我哋屏東市嘅公園地方嘛有啲電器，還有我哋東港嘛有，哦嘛可以順便衝呀。最尾我哋太平灣我哋主東區地方我哋記得講，其實喺宣傳都講，啊我哋會有幾多嘅我哋咧買嘅農村嘅天氣啦，我哋各項嘅特色啦，我哋咧買嘅我哋咧外國配偶嘅嗰種特色區啦，吼，其實會有幾多嘅，會有特色嘅電器，會聽我哋太平洋嘅地方。我說其實真係，就像頭先人講嘅，台灣電飛喺屏東，其實係真係一個冇簡單嘅事情，因為輪到我哋做。有鐵擺哦，鐵擺都講有開嚇，有綠鐵嚇，嗰時也係鐵擺按嚟來設計嘅一啲電飛嚇，真係蠻困難的，係。係嘛，把我哋屏東人咧嗰種真係特色完全做出來，因為我哋屏東人都幾長嘅一個地方嘛，我哋有一般嘅綠鐵，一般嘅海洋，嗰時我哋成分嘅其他地方，等於都把利用一把台灣電飛喺屏東，都把我哋屏東嘅特色全部展現出來。嗰時從即係參加安度電飛以外，從你一把台灣電飛喺屏東嘅話，我哋一成日嚟看啊。其實我講太平灣嘅嚇。我哋呢嘅交通嘅部分，嚇雖然冇按到條嘅部分，你嘛可以對屏東市分散來，屏東市啊，嚇東港來先看，嚇他假如唔好一下全部住啊去嘅太平灣，嚇我識查，嚇嗰個嘛請所有嘅觀眾朋友嚇，係來先測冇同樣嘅地方，屏東一按到地方旅遊電飛咩？嚇嚟他假如按你10公里來講，都分嚇，有時分批去看，哦，係，安尼怕他假如嗱唔會識查，冇看到電咧，係。各位觀眾朋友，而家時間要抽空來冇？今日一天來我哋台灣電飛喺屏東來留了哦。今日我哋感謝線上來到我哋現場同我哋分享我哋安精彩嘅故事。感謝主持人，感謝各位朋友哈。嘛分享他感人的台灣電飛，各位福岡山的電飛哈，去欣賞一電的哦。休息一下哦，等下聽下先嚟運動。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又來到好好運動嘅時間呢。我出嚟介紹，我係黃真祥，來自於屏東演唱志向，自己導演屏東會飛，一片係紀先生，一片係陳先生。今日也同觀眾朋友介紹呢係雙邊螺旋，雙邊螺旋呢係對我哋嘅兩腳讓嚟去轉訓練我哋嘅大腿兩隻腳嘅肌肉嚇。對平順，今日觀眾朋友睇到我哋嚟做，兩隻腳豎線打開一折。今日呢，我睇下做呢，初學嘅觀眾朋友做嘅地方嚟到注意講啊，我哋呢下肢天天嚟打瞄上去，我哋呢肩胛向左偏下來，左偏下來時一個肩頭、胸脯、腰圍都腰圍卡喺呢時間，我哋呢思維面放下去、顧下去。都有時間，我哋呢兩隻手掌對我哋呢膝頭，向正面的時間呢，我哋呢左手棍好向前面，我哋呢眼神向右邊，天天的上來，轉上來，向後背，慢慢的擺出，好轉扭出，也係訓練我哋呢兩腳臂嘅，就更加同樣我哋下肢我嘛向東方。我哋向右偏，肩頸轉對右偏，我哋呢肩頭、胸脯，當我哋呢腰骨卡下，我哋慢慢的思維咪放下去，放下去過後，我哋眼神擺出來，顧下嘅時間眼神擺出來，我哋呢右手向下搬，好，
又向下摆，眼神向左偏，天天的扭上来，摆出搭上来。注意观众朋友要注意的地方，当爱定下去的时节，讲爱定微分。所以顶下定放上来时，我哋下嘴眼天天嚟，那嚟放上去头那是放我都好诶，将紧转，肩头转，胸腹转。当我哋咧腰骨转过后，我哋咧四分面放下去时间，要注意，如果人放唔下，鼓唔下去，唔怕我哋多按咧吼，眼神打出，左手向下摆。眼神向右偏，天天来扭上来，转上来，向下摆转上来。多下时就要注意的地方，都讲，我哋呢有的人会分，会分魔法土当状哈，魔法土一下去强往到，强往到注意呢，我哋都要天天来讲转下去的时间，我哋呢用骨有天天来有冇比卡到我哋呢腰骨的时间会痛。所以第一节我哋撞嘅时间，慢慢的鼓下去，右手向下摆。注意的地方呢，都讲我哋摆上来嘅时间，有的人头脑会分，头脑会分，慢慢的唔好急，也系训练我哋呢平衡，人呢平衡吼嘅。所以也同观众朋友做一个示范，同观众朋友注意示范的地方呢，总嘛我哋安尼做的时间，要去注意。比如讲我哋呢下嘴硬向大方，有人安尼我头脑会分做唔得，头脑会分唔怕，我哋都安尼都好诶。我哋做的时间，我哋都将紧先转，转的时间，我哋呢腰骨慢慢来转。慢慢来转对我哋腰骨，当我哋咧徛啦下，并下去，我哋咧四分面放下去，都也时间要注意，我哋咧两只手要扶住我哋咧膝头，扶住我哋咧膝头，不然唔会软下去。都一样，我哋顺下来过后咧，我哋咧将紧唔好按咧，我哋咧将紧平顺。注意要托开我哋咧肩头，所以我哋咧手。仲系有的人手骨无法度安尼，那都安尼嘛唔怕，唔好勉强我哋嘅眼神都呀，我哋嘅眼神两只手扶对我哋嘅膝头，慢慢嚟放起来。有的人一下急要同我哋嘅眼，我哋嘅头脑会分，要注意地方，當我哋擺放起來嘅時節，兩隻腳體腿溫柔，兩隻腳體腿溫柔，我哋要去處理。所以讓的時節，我哋想下過來向左邊，我哋讓的時節給我哋示範講，我哋兩隻腳下去，我哋順我下去嘅，我擺放起來，我擺唔放一樣咧，兩隻手扶頓膝頭，我哋思維面扭放起來。好，思維面先扭放來，思維先打過，從個腳打過去啊！等你腰骨慢慢地拿放起來，因為我哋喺骨下去踢球嘅時節，我哋因為人哋肌肉磨練呢會造成講我哋呢兩隻腳強彎到，所以我哋要注意嘅地方都注意講我哋按嚟下去嘅時節，我轉嚟擺放起來，我擺，同觀眾朋友做一個示範講，我擺放嚟本嘅眼神，個唔係幾好，個唔係舒爽。我哋按嚟顧下去嘅時節，我哋向後擺放嚟，我擺唔好樣，我思維面前打放嚟，打過車一些，我兩腳我頭拿上後擺，我眼神慢慢嚟打出嚟過後，我那轉放起來。那嚟轉行來，那擺出也要注意的地方。我要注意的地方係哪隻嘢？係我下去嘅時節，譬如講我喺下去嘅時節，我將緊一轉嘅時節，我將緊轉。我轉唔過唔一樣咧，唔怕，我哋轉唔過，天天咧，個嚟對腰骨轉下去過後，我哋呢兩隻手順對我哋呢抬腿下來，也係訓練講我哋呢肌肉磨練。我哋一樣咧，比如訓練我哋呢嘅兩隻抬腿嘅肌肉有力，我哋要行路，個要轉嘅時節，要拿東西要好好啊拿，所以我哋按嚟轉嘅時節，要經過順時候，也係要注意嘅地方。
所以注意地方也，啊个外嘅我哋個產業意思講啊，我哋供養起腳，我哋做過數嘅兩個，做過數嘅個向我哋我哋咧企喺下邊上嚟，我哋咧胸前打開嚟，啊我哋頭拿向後背，也係個產業，我哋講啊，我兩個做個上嘅我佢，將緊咧準備照片，啊我哋咧胸前搖嘅供養做咧行咧。當我哋咧搖過轉過向我哋咧試問片放下嘅時間，要注意有人放唔下，估唔下去，唔怕我哋多按咧吼。慢慢咧，主要要脫開我哋咧鏡頭，所以我哋咧眼神慢慢咧轉對後背，向右邊轉對後背，放好起來，我哋咧雙手可以扶對我哋咧膝頭，幫我哋咧膝頭。順順地按我哋咧腳骨有力一些，那拔放起來啊，也係個嘅。我哋做照片咧，嘅我哋向右邊再轉過來。轉過來嘅時間咧，我哋好供養眼神，順頓來，我哋脫開我哋咧右手嘅肩膀，脫開咧我哋咧眼神，天天嚟向後背。再拔放起來，也係個產業咧吼，我哋再做個一次產業咧吼，兩隻腳胸前嘅狀況起來嘅。觀眾朋友，我哋要注意嘅呢，係我哋呢一轉嘅時間，我哋呢兩個嚇，有一節一節項，我哋所注意嘅事項呢，第一講啊，我哋腳兩隻腳合手嘅時間，我哋同眼神會應搖動嘛，我哋呢搖動係表示我哋兩無會，我哋呢兩隻腳嘅我哋呢卡拉下，我哋呢肌肉無力，啊所以無會嘅時間，我哋按嚟吸手，我哋搞到頭腦會昏昏。所以注意地方係第一隻意，所以講我哋注意事項，我稍微講一下講啊，我注意時間，我哋喺轉嘅時間，我哋下去，我哋咧卡拉下要顧下去，轉嘅時間，我哋下去嘅時間，也就一兩隻手要吸到我哋咧膝頭，講我哋主要拓寬我哋咧一隻嘅肩頭嗬，我哋咧肩頭按嚟放起來，啊變鬆嘅時間，我哋咧兩骨要一節一節，我哋兩骨要變鬆嘛。我哋有個人多嘢時間，頭腦會瞓，頭腦瞓唔怕，我哋停一下，下再啱數，再轉一下，嗬，我哋頭腦瞓，我哋天天嚟唔好再動作過大，我哋都動作過細一些，慢慢嚟轉下去，轉嘅時間，我哋咧抬腿無力，我哋可以數講啊兩隻手扶對我哋咧膝頭，扶對我哋咧膝頭去幫助我哋咧眼神。本來的肌肉變鬆，唔係講按緊按痕，所以冇按痕咧，我哋咧肌力咧都會出來。也係我哋咧講啊，雙邊螺旋哈。觀眾朋友，以下所講嘅雙邊螺旋，我注意地方係我哋頭腦我上嘅時節，頭腦會瞓冇，係會瞓我哋都唔好壓上去。啊講我哋咧注意我哋咧兩隻腳合手嘅時節。會搖晃晃嘛，係會搖晃晃，唔到唔好兩隻腳合手，我哋都可以做兩隻腳開嘅，兩隻腳嘅供養按嚟動作，所以我哋最要注意嘅地方係第一，
观众朋友，以下所介绍的是双柄旋转，希望观众朋友好好来做，下一次咱来了。